后来继续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伫个外口食饭都要特别小心随身的物品。高雄一个抢匪骑后倒摆，经过一间素食店的时阵，发现店内一个当咧食饭的太太，这个卡网就放伫个身边的椅仔顶。这个抢匪速度真紧，出手抢卡网，歪头就走。这个太太要救，人全来跋倒。 警察真厉害，2点钟内就抓到这个抢匪了。原来这个抢匪进前嘛用同款的方式，连2场的夜市啊，共抢卡网，拢是上阵迄种当咧食好料的，甲伊放伫边仔椅仔顶的卡网抢咧走。 骑红色拖摆，这个抢匪因因无禁，停伫一间素食店的门口，伊入去抢，无偌久就走出来。一乌拖摆准备要走，被这个负责人约出来将人扭掉咧。这个抢匪油门吹咧，这个负责人全咧跋倒在地。这件丑案发生伫高雄林森路这间素食店，被这个负责人赶紧要找这个抢匪。他刚被抢完的当下，他就马上跑来问说：“我监视器拍不拍得到？”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2点钟内就抓到人啊。 警方找到负责人被抢的皮包内面现金将近2000块，抢匪钱未曾提起开，就互人抓到啊。缺钱花用，那见这个被害人啊，将包包放在他旁边的椅子上，他随即上前去抢夺。警方调查的时，佫发现讲，抢人这个45岁姓陈的查甫人，伫2019年2月份。 同一名先到左营区庆丰街抢劫，后来到六合夜市去抢，伊拢是抢民众食饭时放伫边仔椅仔顶的皮包啊。警方提醒乡亲，食饭时上好将皮包顾好，以免变成抢匪下手目标。